大家好，歡迎返嚟 Otter 讀書會。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覺得喺呢個咩都要快嘅時代特別有意義嘅書。佢就係由日本禪宗大師星野俊明寫嘅《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喺呢個資訊爆炸、節奏快到喘唔到氣嘅年代，大家會唔會成日覺得心很累？有種心靈上嘅疲憊，手機響一響，一個訊息就足以令你心情大變。睇到社交媒體上嘅留言，又會即刻想回應、想辯解。有啲微不足道嘅小事，都會喺腦海度反覆盤旋，搞到你食唔安、瞓唔落。咁呢種嘅狀態呢，就係我哋對每件事都反應過度嘅結果。咁作者咧透過呢本書，正正就係要教我哋點樣喺呢個喧囂嘅世界入邊，揾翻屬於自己嘅內心平靜。佢唔係叫你變得麻木不仁，而係教你點樣聰明地唔反應，將寶貴嘅情緒、時間同金錢留翻俾真正重要嘅人事物。咁我哋點解會咁容易反應過度呢？書中分析咗呢種現代人普遍存在嘅困境。作者指出，呢個現象嘅根源係因為我哋長期活喺一個充滿過量刺激嘅環境之中。我哋嘅大腦就好似一部高轉速運作嘅電腦，每日都接收住海量嘅數據，從工作上排山倒海嘅任務、上司同事嘅期望，到社交媒體朋友嘅生活動態、各種廣告轟炸，我哋嘅意識不斷被呢啲外在